好香咖喱味喎，唔使講都知道我哋呢集去遊邊度啦。我知我哋係去印度啊嘛，呢度仲有我其中一樣最中意食嘅食物咖喱添。一提起印度，大家係咪淨係掛住飲同食先？中國嘅國父咧係孫中山，咁印度嘅國父又係邊個呢？我知印度嘅國父咪就係聖雄甘地咯。為咗紀念呢位聖雄，所以印度人就喺新德里東郊珠穆拿河畔呢個地方咧，起咗印度國父聖雄甘地嘅陵墓啦。嗱，呢個陵園咧中間係低咗落去嘅，正中係有一個黑色嘅大理石嘅陵墓。咁呢個陵墓咧係一個普通嘅正方形嘅平台，高大約1米，長同闊咧大約係3米。陵墓後邊咧有一盞長明燈，晝夜不熄，象徵住印度爭取民族獨立嘅精神。《聖雄甘地傳》呢出電影好出名嘅喎。咦？但係我就諗起印度嘅另一套電影叫做《Three Idiots》啦。咦，我都有睇過呢套勵志笑片喎，嗰時仲係課後活動帶學生去睇嘅添。咁你哋有冇睇過一出叫做《The Man Who Knew Infinity》，香港咧亦做塑造傳奇嘅電影呢？咁呢套電影就梗係唔可以錯過啦。咁佢係講印度嘅傳奇數學家 Ramanujan 嘅一生，同埋佢同英國劍橋大學嘅數學家哈代之間嘅故事嘅。我諗起一個關於佢哋兩個，一個相當有趣而同的士又有微妙關係嘅故事喎。哈哈，估唔到你知嘅都唔少喎。好啦，等我又嚟講下個古仔。有一次咧，哈迪去醫院探望 Ramanujan， 咁見到面嘅時候咧，哈迪就話：我正話坐架的士嚟，不過嗰個的士車牌個號碼咧好無趣嘅，係1729。點知咧 Ramanujan 聽到之後咧，就話唔係喎，呢個1729呢個數咧係好有趣喎，佢係一個可以用2種唔同嘅方法寫成2個立方數嘅和嘅最細嘅整數喎。哈哈，你講估，咁我就解下數啦。以下呢幾個就係 taxi cab numbers 啦。其實你哋睇一睇就會明晒㗎啦。所以話1729係可以用2種方法寫成2個立方數之和嘅最小整數。我諗住講下古仔啫，又俾你講咗咁多數學添。冇辦法啦，職業病嘛。我記得喺啲課外書嗰度都睇過一啲關於 Ramanujan 嘅有趣故事嘅。咁話說有一次佢去一間餐廳嗰度食嘢，咁見到啲食物咧，佢就喺度諗有幾多種方法可以將呢啲食物分成若干份呢？你係咪想講 Ramanujan 嘅 partition number formula 呢？等我又解釋下啦。究竟有幾多種方法可以將 n 件相同嘅物品分成若干咁多份呢？當然，佢哋嘅次序係唔重要㗎啦。例如，當 n 等於5嘅時候，就有7種方法，分別係所以總共係有7種方法將5件相同嘅物品分成若干咁多份嘅。Ramanujan 有發現，如果我哋有 n 件相同嘅物品，將佢分成若干份嘅方法數目係可以用以下呢條公式嚟表示嘅。呢條公式係咪好複雜呢？喺呢度就唔同大家詳細咁講解啦。不過大家有冇發現，原來一條好簡單嘅日常生活題，如果要嚴肅咁去解決佢呢，都可以好複雜同好花功夫㗎喎。講咗咁多數學，不如又輕鬆下先咧。嗱，遊印度咧就冇理由唔嚟呢度嘅喎。泰姬陵咧係位於印度一個北方嘅邦，叫做 Agra。佢係一個陵墓，全部係由白色嘅大理石建成嘅，係印度知名度最高嘅古蹟之一。嗱，佢係莫臥兒王朝 Mughal 王朝第5代嘅皇帝沙賈汗為咗紀念佢第3任嘅妻子所起嘅陵墓，被廣泛認為係印度穆斯林藝術嘅珍寶，同埋世界遺產當中最廣被讚美嘅傑作之一。咁個花園中間咧就有一個大理石嘅水池，呢個水池嘅兩邊就有2列嘅柏樹，就分別係象徵生命同埋死亡嘅。咁去到個水池盡頭咧就係陵墓啦。咁個陵墓入邊就有2個石棺，一大一細嘅，就分別係沙賈汗王同埋佢嘅皇后咧，就葬喺呢2個石棺下邊嘅土窖入邊嘅。
陵墓主殿嘅四角都有一座高40米嘅圓柱形高塔。嗱，每個高塔咧都向外傾斜12度，呢個係為咗確保喺地震嘅時候，如果個塔冧落嚟咧，佢就會向外冧，唔會壓到個主殿嘅。裏邊咧係有50級嘅樓梯。不過呢4座高塔向外傾斜，仲有一個原因係美學上面嘅需求。陵墓嘅每一邊咧都有棟33米高嘅拱門，而陵前水池嘅倒影就好似有2座泰姬陵咁樣。所以話咧，泰姬陵喺建築美學方面咧，最引人注目嘅咧就係佢嘅完全對稱。喺主殿中心嘅中軸線可以睇到兩旁相對於中軸線等距嘅地方，都同樣存有相同數量、同等尺寸嘅雕飾嘅。所以話數學係美麗嘅，絕對認同。講到靚啊，其實我覺得咧，除咗泰姬陵之外啊，印度呢一個風之宮殿都唔輸蝕喎。風之宮殿咧，位於齋蒲爾中心皇宮嘅後邊，牆上邊開咗好多個窗，任何地方都有風吹入去嘅。嗱，如果吹起狂風咧，只要開晒啲窗，嗰啲風由一邊入一邊出，就唔會將個宮殿吹倒啦。風宮據說含有屹立不倒嘅意思，係印度建築史上傑作嚟㗎。咁雖然佢個名就叫做宮殿，但係其實咧佢只係一幅牆嚟嘅啫。咁就好似一個粉紅色嘅山丘咁樣，令人一見難忘。咁而呢幅牆上邊咧就有成953個窗咁多嘅喎。咁所以咧呢個牆面咧真係極之浩大嘅。係啊，呢個宮殿淨係得一啲好似蜜蜂巢咁嘅窗戶，而佢哋嘅形狀令我諗起一個出色嘅印度數學家婆羅摩笈多。佢喺幾何方面發現咗我哋經常用嘅公式，就係婆羅摩笈多公式同埋海倫公式。而呢兩條公式咧係愛嚟計算圓內接四邊形面積同埋三角形面積嘅。婆羅摩笈多公式係話，如果我哋有一個邊長為 A、B、C、D 嘅圓內接四邊形，佢嘅面積係可以用以下呢條公式嚟到計出嘅。而當中如果其中一條邊嘅長度係0嘅時候，呢個四邊形就會變成一個三角形。我哋假設當 D 等於0嘅時候咧，呢個三角形面積就會用呢條公式去到求出啦。而呢條公式咧就係著名嘅海倫公式。等我又講少少印度嘅傳統習俗先。嗱，喺印度，由於信仰嘅關係咧，女士咧係唔可以俾自己丈夫以外嘅男人睇到自己嘅面容嘅噃。所以喺呢個宮殿咧，嗰啲窗唔係淨係為咗通風嘅噃，係為咗俾宮裏邊嘅婦女望到出邊嘅花花世界。窄窄嘅窗戶滿足咗婦女嘅好奇心，厚厚嘅牆壁隔絕咗拋頭露面嘅機會。多少年嚟，唔知有幾多印度如妃齋蒲爾玉瑩就係匿喺呢幅牆後邊冷眼旁觀看世界。Andy， 你又認唔認得呢度啊？呢度就係印度人最為神聖嘅地方——恒河浴場。因為喺印度教徒嘅心目中咧，恒河係最神聖嘅河流嚟㗎。冇錯啦，相傳喺聖河恒河裏邊沐浴，可以洗淨你一生嘅罪孽。飲咗恒河水咧，可以延年益壽㗎。恒河岸邊有100多個渡口，係俾印度教徒嚟到恒河淨身或者禱告嘅。其中最出名咧就係呢個恒河渡口啦。恒河嘅北岸有一個火葬場，離世嘅印度教徒就會喺呢度火化，佢嘅骨灰咧就係撒入恒河水裏邊嘅。好啦，咁呢一集嘅印度之旅就帶大家嚟到呢一度啦，再見。拜拜，阿拉維達。